大家好，這裏是娜塔莎在和大家打招呼。今天我們將為大家介紹來自杜布雅斯的瑪麗莎，一位數位影響者和健身模特兒。她在 Instagram 上擁有超過20萬名粉絲。目前定居在邁阿密的瑪麗莎擁有犯罪學的學位。最初她的計劃是要進入軍隊發展，然而她的命運發生了意想不到的轉變。並且她在數位世界中找到了真正的使命。瑪麗莎在社交媒體的旅程是從相當謙遜開始的。她一開始是幫客戶管理賬號，隨着時間的推移，她意識到自己可以運用這些策略來提升自己的形象。憑藉着不懈的努力和創業眼光，瑪麗莎在3年內建立了自己的網絡形象，並且在健身領域中成為一個亮眼的人物。除了作為模特兒的光彩，瑪麗莎還與多個知名品牌合作，這不僅展現了她的才華，也展示了她獨特的魅力。她的美麗無可否認，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她那通過嚴格訓練和紀律所雕塑出來的身體。透過健身，她成功地塑造了她的雙腿，進一步雕塑了臀部，並擁有一個完美的腹部。如今，她的目標已經超越了單純的外貌追求。瑪麗莎希望透過她在健身、時尚、美食和旅行方面的內容來啟發、激勵並娛樂她的追隨者。如果你之前還不認識她，那麼現在就是跟隨這位上升中的明星的好時機。那麼，你對這位健身女神的故事有什麼看法呢？請在下面留言。並且如果你還沒訂閱我們的頻道，趁這個機會訂閱吧，這樣你就可以隨時了解我們每天有關精彩運動員的內容。別忘了點個讚。